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施政3分钟》。农村人口老龄化、产业转型受限，是许多台湾偏乡小镇的困境。台南左镇是台湾的化石重镇，还有知名的月世界2地地形。然而，产业转型困难，人口老化外流，让左镇可能成为2050年即将消失的乡镇之一。山海屯设器复制新化老街的经验，透过老屋翻新，一步一步装点左镇的面貌。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第一眼看到他们所谓的左镇老街，其实还蛮傻眼的，就是它已经没落的相当的程度，然后老屋都衰退啊，甚至有的老屋连屋顶都没了。然后像左镇这个地方，它大概有两个主要的问题。那这个是跟我们在新化截然不同的。那这里主要就是像大概1978年那个时候，左镇这一段的台20线开通之后，那再加上86的快速道路，84的快速道路，就是也完工嘛，然后以及就是预警的芒果行销的也非常的成功，所以其实原本在那个芒果的果的一个交易的一个主要集散地是在左镇这里的。后来就是整个区位被预警所取代之后，这边就整个商业就非常的没落。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是水质水源保护区，大概就只能经营，就是只能做农业。所以其实我们观察这边的孩子们上了高中之后，其实就准备离乡了。所以我们重新将这边看成是一个生活产业聚落，以它为愿景，重新去思考这里好的风土人文、农特产品。怎么去，或者是一些在地的记忆跟故事，怎么将它转化成食衣住行娱乐各项，能够重新被人们来体验这里的生活魅力的各种环节，并且提供相关的商品跟服务。那我相信借由这样子的新的产业的一个设定，就有机会让下一代或者是青年们去知道说，那像我会设计啊，我会资讯工程啊，那我会一些油层开发啊，这些相关以后他们去读的科系，就有可能知道说，那家乡也会需要他们的一天这样子。以地方创生来讲，人、地、产3个环节共同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会非常的重要。但是因为在人进来之前，总要有一个基地，有一个空间能够孵育他们。那我们又看看老街这边的空间都状况不太好，整条街区环境也不太好。所以我们优先就从空间着手，因此我们在公所的协助下，我们也是就是尽可能的盘点，能够让我们妥善使用，并且产权没有那么复杂的一些街屋。那最后盘点起来就是锁定了5栋老屋。那准备好之后，其实去年我们也有得到文化局的社造相关的补助，让我们可以去做田调，让我们对这边有更深入的了解。那进一步的才知道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样子的内容去做生活体验的开发，所以进一步的慢慢的也吸引青年的一个卷动青年的一个加入。在最近呢，政府有那个山海屯这个计划进来，人潮真的有差，慢慢的已经看得到人进来了，都有在改善，真的有在做事。如果更多人进来投入的话，也会有那个活力啊，忙一直推，还有各企业还有那个创生的单位一直进来，拉升那个左镇的能见度。这个很好啊，像这个弄得真的是很好很好的这样子的，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值得啦。左镇街区每间老屋背后都有值得探索的故事。计划团队与屋主合作，申请政府经费进行整修，并引进商业模式。10年后归还整修后的房子。街区的活化可以带进人潮与商机。小小的左镇正在翻转地方产业，孕育梦想，让老街再度热闹起来。你好，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
天9日疫情伫台南将近8000例，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日前成立前情应变工作队，由副署长罗伟军进驻台南，直接协调地方甲中央的防疫工作。卫福部处长王必胜19日也来到台南，拄前往工作队视察整备情形，也来到市府拜会市长黄伟哲，并针对防疫现况交换意见。大家还是用分工的方式，那卫生局这边有它的这个化学方式，那工作队这边也是去评核这些相关工作的成效啊，有没有什么安全性这些问题啊，那浓度这样才能精准对说，就是说对，或者是说怕做不落实，就是有点浪费人力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合作，应该是会。中央也在这边成立了我们的这个前进的工作队啊，由罗副来进驻。那我也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工作的状况哦，那还有他准备有哪一些工作的这个计划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是，当然我也是来这个市府这边哦，那跟这个市长还有他的团队致意哦，因为我觉得这个防疫的工作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哈。那另外一点也要跟这个。市民台南的市民讲说，大家市民也都是很辛苦，因为很多防疫当中的一些作为那会造成他们不便，但是还是希望市民能够跟这个我们的政府合作，把这个我们的防疫继续做好。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有关这个台南市府那他有请增经费跟中央请增经费1.29亿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在上个礼拜6。陈院长来这边视导之后，回去有交办。我们今天已经把这个计划已经签出那送行政院，那我们也会追这个进度了希望这个资源能够很快、很有效的到位。王必胜表示，防疫工作要比详细、比耐力、比韧性、比想象更困难。自6月以来，经过热天、大雨等天气环境，台南市非常努力防疫。才达到现阶段成果。黄伟哲也感谢中央伫各项资源的支援，包含国军人力投入、快筛检验器材，加上疾管署团队进驻协助，透过大家共同努力，互接续落来疫情趋缓，渡过难关。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动土第1产开工顺利，第2产动土平安。这是转运站重大开发案的动土，将打造东区沿空新的门户，嘛象征台南的建立新地标的历史时刻。更由台南市政府所规划，占地1.4公顷的民间参与投资案，透过南仁湖企业的构想，将兴建地下6层、地上13层的复合式转运大楼。因为位伫台1线小东路附近有南胖购物中心、国宾商圈，会当讲是台南的黄金地段。而第1期转运大楼将引进百货零售餐饮，加上第2期佮要串联捷运的交通路网，相当使人期待。19号伫闹热的热果甲人赛座顶，该案正式启动。这个 BOT 案将来是一个13层楼的一个大楼有转运站，也有这个民间使用的空间。因此呢，我们热切的期待这个转运站能够早一点如期如职的完工，早一点开始发挥服务都市的机能。未来这个地方这个除了兼具交通转运功能之外，那还会有这个商场、办公大楼等等的这个服务。那更重要的是，也预留了2期的这个连接未来捷运的这个联通的这个工程跟空间那我想平时营区这个地方未来的这个发展非常的这个迫切。那我们相信这个公共设施以及这个多目标发展的这些商业的功能，一定能够为这个地区带来更重要的、更好的这个发展的机会。位于交通热点的平溪转运站，民间参与投资达到54亿，预计创造220个工作机会，借此带动地方繁荣，创造3赢局面。在我们台南市政府的推动下，透过活化
打造的新价值下，由我们集团成功标下这一个 BOT 的案子。那我们也会预计投资54亿元在这一个案子上。最重要的是，我们会创造220个，预计大概220到300个就业的机会。伫国有财产署释出土地活化地方，佮结合民间投资的契机，除了满足民众交通的需求，未来嘛是商业活动重要的地标，估计114年底完成。咱的新闻军旗采访报道。永康社交中心因为场馆硬体设施以及各项专业设备不足，加上绿化环境空间优先度无悬，因此提出2亿2800万元来进行改建。永康社交馆事实上已经从过去落成到使用到现在，已经20年了哈。那所以说有些设施在当初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那用起来才觉得不好用譬如说它的这个背后的舞台的纵深，以及后台的这个空间，以及原先它的一个无障碍空间还有这个整个大楼，它这个经过耐震补强，原先它的防震系数已经不够了那后来经过耐震补强，然后再把这个无障碍设施给落实，给做得更好。改建工程主要提升内部设备品质及表现效果，引进专业剧场的音响灯光，并将舞台加大加深，完善标准舞台深度以及空间。同时也为演出人员提供更专业的工作环境，让观众享受到高水准的演出。除了动态的表演之外，还有静态的展示空间。相信大家进来1楼的时候可以看得到，那很大的空间，事实上可以将来办展览，静态的展览都很适合。那我想不管那旁边的图书馆也可以提供市民朋友们一个非常好的图书空间。除了永康总图之外，事实上永康社交馆的图书空间也是非常好的。文化局为着提供观众更加舒适的观赏体验，也将喇叭的座位重新设计。另外，大厅甲门面也建置多元电视空间。12月将正式开幕，到时会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台南新闻顺怀采访报道。伫台南地理地竹树角教育的教师文教团，为2013年创团到今，毋但有侪大型舞台表演经验，每一档的音乐营也已经累积超过3000名学习人次。今年将迎接第10档。将伫国庆东港举办音乐会。我们演出的曲目有呢，当然少不了爵士经典的 swing 风格，那也有拉丁的风格。那里面对于观众来讲最熟悉的，可能是有一首米西亚她《大河拜金女》里面的主题曲，叫做 Everything。10月10号当天是国庆嘛，所以呢，我们呢最后呢有一个彩蛋，那大家喊安口，那我们到时候会有改编过的 surprise 国旗歌的改编曲，对。音乐会地点就选伫咧全美戏院，主视角以充满复古味的漫画风格呈现，佮邀请到国宝级手的大师严正发手的看板，徛伫戏院外口就会当欣赏到这部作品。同时也跟冰淇淋品牌 B-Dub 推出联名款。恭喜10周年，我们特地为他们做了一款，就是巧克力。橘子巧克力的口味，因为跟他们的颜色跟他们那个团体的名称有联想了来做一款这样子的冰淇淋。那卖完之后，所有的这些赚的钱就是给乐团作为就是他们的运作。团长邀请大家伫10月10号来一场味觉、视觉、听觉的长期响应，相信伫大家支持之下，乐团会当继续迈向后一个10档。台南新闻顺怀采访报道。
透过建平里长傅建峰的牵线，出身安平沙滩社区经营事业有成的企业家苏明祖，20号上午伫安平区公所甲区长萧泰华共同召开记者会，将伫9月25中秋节进前，宴请安平区的独居长者甲中低收入的老人做伙来用餐。9月25号，宴请我们安平区的老人跟独居老人跟中低老人做一个餐叙让他们能感受到中秋的一个温暖那这样的义举也符合我们市长黄伟哲他的施政以关怀弱势为优先的一个施政理念那我们也希望说藉由这样的一个义举能够让我们社会更多的一个企业能够发挥这样的一个爱心让大家能够知道说我们社会是处处有爱心，处处有温暖也能够让大家能够知道说我们台南市是一个温暖有爱心的一个宜居城市。出身安平旧部落的企业家苏明祖，抱着处之社会、用伫社会的回馈精神，伫9月25会餐当天，除了准备中秋礼盒，另外活动中嘛将安排中秋的薄饼，甲长者来同乐。这个薄饼薄饼的游戏是一早郑成功从福建过来台湾之后，在中秋节的时候，为了要解这些官兵的思乡之情所做的一个游戏。那这个薄饼游戏后来一直在澎湖、在金门都有推动，金门到目前为止都还在推动，每一年都有办很盛大的薄饼这样子的游戏节。那么我就想，那我们是不是把这样子的活动带入这一次的我们的这样子的这个餐会里面，让这些老人们真正的很开心。我很不希望看到的餐会，好像就是今天一个赞助者施舍，然后一个这个接受者好像就这样被动的来领了礼物，吃完饭就离开。我不要，我希望看到大家的笑容。另外，伫上午的记者会中，苏明祖为了感念母校的教育之恩，嘛特别捐赠2万块予石门国小，赞助学校的弱势家庭营养午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财团法人基美病院为了表扬民间企业捐赠救护车的善行，20号上午伫教学大楼的头前举办捐授证的仪式。有了华庆工业公司的董事长陈瑞波捐赠一台救护车予基美病院。由着院长林鸿龙代表接收，并且回敬感谢状。我们知道救人如救火，那么救命一定是要有好的这个运输的器材，尤其这个加护型的救护车，在病人生命危急的时候转送上是非常需要的。那么华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我们台南地区非常成功的企业，那么是隐形冠军的企业，它的企业集团遍布台湾、大陆、越南、印尼，是非常成功的公司。那陈董事长那非常希望能够回馈乡里，那来捐赠这样的救护车。我们奇美医院非常感谢陈董事长的捐赠。那我想我们会善用这样的救护车，我们在危急病人的转送，还有危急病人的接送上，那能够做更多的一个好事情。当我每年回奇美医院做健康检查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每一年的病患呢越来越多，感觉到这个奇美医疗团队这个为我们台南市这些老百姓的健康付出这么多这么辛苦，非常感佩。所以想呢，这个有一点点力量来尽一点心意啊，透过很多人的帮忙院长也给我这个机会来捐赠一部车。专门生产泡面制造加销售的华庆工业公司，不但事业扩展海内外，而且产品主要供应运动器材、鞋厂加家具制造厂等。这间捐赠救护车加标准的救护装备器材，价值将近250万，希望对基美病院紧急救护有所帮助，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台病院长久以来一直拢是紧急医疗能力分级重度急救责任病院，其中妇产部更是紧急医疗网较为妊娠责任病院，为较为妊娠母婴提供跨团队以及紧急医疗服务，守护孕产安全。孕产安全，你我共守。
们有跨团队，比如说像是守护母乳。南区母乳库，还有就是母婴亲善的这些活动，好，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还有我们有那个像是那个产后大出血，哈，如果转诊来的话呢，我们及时就会在急诊那边启动我们的一个群呼系统。那我们整个团队呢，包含急诊，还有产儿科，好，甚至还有开刀房、加护病房，甚至还有放射科的团队，都会集合在急诊，然后等待这个病人来。那只要这个转诊的病人一到我们医院的话呢，就开始紧急启动一个紧急急救的一个过程，好，把握最关键的黄金时刻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呢，因为生产毕竟是一个很多生产的风险是一些突发状况，而且并不是很常见的一些状况，所以呢，我们为了加强自己的本身的一些照护能力，我们在平常呢也会做一些拟真情境的一些演练，而且这个拟真情境的演练的话呢，是横跨急诊部、妇儿科、好妇产科、小儿科，还有开刀房，好，那另外来做一个共同的一个演练，让大家能够在平常的时候就能够熟悉这些紧急高危险妊娠病患的一个救治。那我们也在今年的9月16号呢，参加医策会的国家品质奖拟真竞赛产儿组的一个竞赛，荣获了铜牌奖。在少子化、高龄化的社会，维护孕产儿安全是病院更加重要医疗品质以及病人安全的工作目标。新台病院将今年的病人安全周活动主题定为孕产安全，你我共守，希望让市民大众了解新台病院在高危妊娠所做的努力。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行人道旁边怎么会有个长得不一样的护栏？高雄市养工处日前为了有效分隔车流和行人，在苓雅区海边路和新田路口旁的人行道上设置了简约美观的护栏，期盼提升路口的通行安全，让来台游玩的日本旅客也比起拇指大赞，这样比较安全。日本ではなんかこの車と歩行者との間に柵があるのは普通なので、台湾も安全面としてこういうのがあったらいいと思います。除了新田路口的人行道以外，大顺路以及顶山街也借由装设防撞杆，让行人在用路时可以更显目，也加倍安心。高雄市顶山街呢，因为轻轨施工，出现了市民必须与车争道，甚至需要贴着墙才能行走的现象。经过当地里长的大力争取呢，才划设了新的行人专用道，而近期呢，也争取装设了防撞杆，努力让行人地狱成为过去式。2、3周前就完成了架设这样子，然后其实也有很多里民就马上有告诉我说，这样子车道跟人行道变成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隔，那这样子行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感觉到比较安全。那其实我们的高雄牧场在这里，那也有其他的消费者，他们要进入到高雄牧场的时候，也有一个很明确的可以走的行动空间。在我们这个防撞杆就是装设之后啊，我们也发现到了一个这状况，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人跟车就有效的明确的分离。我们原来还会有一些摩托车或者是汽车会压到这个人行道上面去，但是在这个防撞杆设立之后，就是人行道跟汽车道它是明显的区隔出来。为保障用路人安全，护栏与防撞杆的围设，除了可以避免行人随意穿越道路，达到间接引导通行的效果，更能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而行人在过马路时，也应遵守交通法规，切勿任意穿越道路，一同来打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记者李嘉龙、许瑜谦高雄报道。总共4杯139，载具要吗？短短不到100公尺，饮料店就有高达10多间。财政部日前公布今年1到6月的手摇饮店营收额，冠军竟然不是最爱喝甜甜饮料的台南，而是高雄。我要红茶嘛。红茶嘛，老适合喝。平常是爱啉啥饮料啊？迄个红茶，因为热人啊。一天都啉偌济？差不多5杯。现在几乎都1杯，好像我附近的人都蛮喜欢喝的。一天会买差不多2杯，因为夏天很热的关系，所以就比较常来买饮料。1到2，茶类，因为太热就是比较消暑啊，太阳很大。
对于高雄市饮料消费居冠，医院营养师也特别提醒民众，在选购饮品时务必多注意糖分比例，谨慎挑选品项以及配料，避免摄取过多热量，进而造成身体负担。另外，相较于饮料，多喝开水还是最健康的选择。至于说喝哪一种比较没有罪恶感，我教你怎么选才能喝好喝满哦。第一个，甜度的选择会决定你喝下这杯饮料的一个命运。全糖的饮料大概200到240大卡，半糖大约是100到120大卡，微糖大约是60大卡，1分糖大约是20大卡。但如果说你要喝拿铁的口感的话，我会建议你选择鲜奶胜过于奶精，因为这样就可以减少过多的一个油脂及糖类的一个浪费。那至于说如果你要加料的话，会建议你选择低热量的，像是寒天、鱼会、仙草，可以增加口感，又不会让热量爆表。炎炎夏日，来杯手摇饮是不少人消暑的首选。不过，除了要小心过量影响身体健康外，如果在购买时能够多加利用环保杯，不但享有店家的折扣优惠，更能为地球尽一份心力。记者李嘉龙、许瑜谦高雄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